大家好，我係變態中女，今次想分享下我點解會搬嚟泰國。其實我以前唔係特別中意泰國，但係我就好中意睇拳，不過就冇膽去學。直到我睇到《美麗拳王》套戲，我就突然間諗，不如試一次啦，唔得咪算咯。就係咁，我就開始學打拳。之後慢慢每逢放假，我就會去泰國旅行，同埋去唔同拳館玩下。去得多就越嚟越中意。之後我就覺得好似呢，有嘢一步一步咁推我嚟。最神奇嘅係我竟然喺間拳館識咗美麗拳王嘅主角阿，同埋真正嘅美麗拳王朗東。呢個就係我想搬嚟泰國嘅開始。不過到真係搬過嚟就另一回事啦。除咗第一年嘅時候我差唔多日日都喺拳館之外，之後就越嚟越少打拳，所以基本上我而家已經進化到變咗雙撲手嘅身形。